甲骨释文第21集。苏冷这两字是啥？教育部讲爱读做西奈、撒娇安尼写有好学无？若毋惊互人笑的戆人，就不得已只好安尼学啊，要不然呢，就无其他的人教讲西奈爱安怎写啊。台语讲的奈，意思亲近也、黏也、生也。你查看空虚字典，查看公韵，即字奈就有安尼意思。奈一个就是亲近一个，就是黏一个，就是生也，就写即字奈。撒娇，台语讲西奈，就安尼写，有道理无？有好学无？台语有字无？即字奈自古就算是接用字，3000年前的尚书就有啊。管不及书奈，惟其灵。搁来查一个电子书，真侪例句。奈就是近，奈道就是近路。韵韵啊看，即字奈咱甲学起来，台语值得传承3000年的用字。讲完西奈，来讲史姓字。台语讲西姓地，教育部教安尼写，和地下有关系呢？无啦，即字嘛读地，卡条条的意思，加一个心变即字，意思是藏伫心中的怨愤。简写即字地也可，甲心中的不满疯狂地发泄出来。就讲西姓地安尼写，台语字有好找无？搁来一字地，即字嘛读地，看人袂起，台语讲看人无目地。咱的节目别人没看在眼里，但咱也是甲即句古典的台语学起来，莫互伊失传。无目地，西姓地。毋是所有发音地的字，只有地上、地下即字通写。另外即字嘛读地，一文讲定、价、切，有无？音调小可无共。说文解字讲是促处也，我嘛毋知啥物意思。甲骨释文较好理解，入地也。看例句就更加清楚。甲钱递入去裤袋仔。即字地做动词用，裤袋仔的地当然是名词。即页有几字发音地的字，你算看觅。出门爱记即早所费，即字早。钱爱递入去裤袋仔，即字地。台语佫有一个动词，即字读柜，意思是装入也。例句：甲所费归入去落地仔，本意是名词，空口细，内面大的洞穴。落地仔是毋是空口细细啊？内底会使硩100万黄金，是无？讲到柜，嘛来讲龟。啥物是龟？大肚叫龟。介绍3种龟：第一种皮做的，肚大大的鹅；第二种鱼仔会变大肚的龟；第三种龟有真熟悉无？有练过蛤蟆功的火云邪神肉做的。讲正经的，伫自然界，水鸡才会分大大的龟，是无？所以分鸡龟就安尼写，有简单无？青蛙台语讲水鸡，安尼写无毋对，是吧？毋是所有读鸡的音，拢写咕咕鸡的鸡，安尼无困难吧？教育部写的分鸡龟，安尼是毋是真碰风呢？难不成教育部的咕咕鸡有练过蛤蟆功？台语有倒装词，中文讲的台风，台语讲风台；公鸡，台语讲鸡公。教台语的节目拢有教过，嘛拢教到遮尔。煞来，公猪呢？老师我知，台语讲猪公，歹势吼，毋是啦，
猪公是后礼拜7月半中元节拜的猪公。啊无公猪台语安怎讲？来请教专家看卖。专家有咬无？写即字高，叫雄性猪只高高，叫好色男子嘛叫高高，有何国用名无？照大陆人的讲法，没有文化，好可怕哦。即字狗有可能和蚂蚁有任何关系无？是毋是毋捌字的人拢知影绝对无关系？但是教育部呢，狗遐因有勇气教全世界的人安尼写，即种台语学了结果是如何呢？毋管会如何，转来讲狗遐，写即字狗有困难无？写即字遐可能有淡薄仔困难，上无即字有非字评。另日咱来对甲骨先生详细学习上面的字评啥物意思？为何即字是遐呢？安尼写道理一对呢？继续来讲公猪，台语讲猪高，安尼写。即字高本来应该读公，意思是公猪的求偶叫声。经过3000多年，读音已经发生变化，所以即卖的人拢读高、猪高安尼写。即字读子，子饭的子无问题，将火嘛。即字嘛将火，成功结论，意思就是子，读音沙，沙面沙水饺，过年过节沙头生仔，即字沙。即字读沙，满天全金条，要沙无半条，即字沙。煮好的物件沙来就熟，中文讲的狼吞虎咽就是熟。安尼的解说，可能有人一时真歹接受，啊无来看文献对即字词的解说。说明说文解字安尼讲，应该无人看有在写啥，但是越看毋捌的文献片段，大约会使约出咱要讲的意思。即字沙文读音实，实金不昧的实，本意就是沙。即字词说文解字只讲是恶下状也。来看甲骨先生的补充，甲骨文安尼写，本意是伫恶星下用大口罩指一堆猪食的杂料，读音沙，例句杀猪食料。若正经袂管是事名，照中文习惯的写法，杀猪食料，改写即字沙也可指的古字。所以用手去杀大鼎内底的食物来食，就是术。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，有传承无？台语讲的杀、术，拢有杂乱的意思，拢有淡薄仔歹款。教育部的沙虽然乱写，但是解说了真好。虽然有错字啦，因为沙是伫杂实的大鼎杀出来，所以就有随便的意思。即字卤，日头咧鱼仔下面是无？毋是啦，下面嘛是煮食的干锅，用鼎卤鱼仔的意思。卤肉就是甲肉卤混烂，写即字卤。若写安尼的卤肉，就是咸水的肉而已。粗卤呢，正字安尼写，咱有讲过，会记住吗？即字卤和粗是共字连词，文献拢有讲，无法度读出台语安尼的读音就是啊。痛为何安尼读？痛为何安尼写？台语互你答案。即字痛本意是地下涌出泉水，文献有讲哦。所以即字的意思就是捅出来。捅头写捅头也可，因为是泉水，阁有一个音读涌，现代就加水字旁，或者是写永浴的永。有无？
坐大船看海影，坐无人机看云顶，坐火车就看风景，坐牛车就顺煞头万宁景。最后来整理一下，西奈3000年前就得用的字，西圣地嘛有字，看人无目白，地入去裤袋仔，龟入去落地仔，台语拢有相对应的字。分家龟是水家才会分龟。猪哥安尼写，莫阁认猪做哥哥啊。狗遐就是蚂蚁，绝对毋是主顾不如的顾。撒头生仔撒水饺，就是古人讲的子。乌白乱沙，沙来就湿，拢和子有关系。卤下面是一个干戈，毋是咸水哦。粗卤卤就是粗，共字连词，捅出来就是泉水涌出来。